气候之族。诸位夫人是应太后的诏来宫里学养蚕种桑。我等是奉诏入宫，兴农事，倡纺织，这是太后年年此时要教导诸府的。要将太后兴农倡桑的懿旨传至府宅，更至民间。诸位辛苦了。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疏。女儿，你念什么呢？上车。贵室中地，不得打扰。 娘，什么叫会试啊？会试啊，就是各地中了举的读书人在这里再考一次，若是再中了，就能上金殿见天子；若是再考中了，就能做官了。我明白了，先生让我们背先帝的诗：“男儿玉碎平生智，五经勤向窗前读。” 燕学士，这位举子对考题有疑问。有何疑问？据附题，出自《周礼·司空》。东汉郑康成有注云：“如今之司空，长于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长于地之图而已。” 若如正说，今司空长于地之土也，汉司空也，不知作周司空与汉司空也？你叫什么名字？学生欧阳修。何若我仅3公于汉仪，专掌图于余地？哈哈哈。 破题至今至当，论述层层展开，结论水到渠成。最后指出，前朝虽设官而未备，国朝有司空专掌图于余地，带出了国朝士子的豪气来。臣出的这道试题是埋了一个破绽在题目当中，题为司空，出自《周礼》，著书却是东汉学士。那么， 到底要为哪朝的司空写赋啊？全场之中，只这一人看懂了朕的题目。先生一直说科举是为国朝选治理天下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若只功于辞赋是一定不够的，定要心系家国，谙熟时事，论述精辟。朕如今还不能改科举取士的标准，而先生这一道题，却考得如此周全呐。
官家过誉了。欧阳修景德4年，如今不过23岁。好，好啊！值集贤院王尧臣、韩琦请官家赐对。请。秀才一脸的喜气，必是高中了。哎，随便看看。您看上这件衣服了？哎呀，这件可是本店最贵的呀！举人如此豪爽，定是省事考得极好。不如就穿这件袍子上京店，兴许啊还会中个状元。咱们店里也就出了状元袍了。到时候啊，这些钱不但如数退还给您，再多送你几件衣服。这次晏殊之贡举，投官家所好。省试第1名叫欧阳修，又是很年轻呐。这欧阳修确实颇有些才名。他考了3次，头2次都落了榜，这一次倒是中了头名，想是集合晏学士的眼缘呐。这欧阳修善词，近几日东京酒楼里唱的曲儿，也都换成了这位省员的大作。哦，晏学士极好词曲，省试第1名，他选了欧阳修，还选了一个以词出名的张先。善词本是好事啊，但是听说这个欧阳修颇善艳词，而且还直白得很。到时候真的中了状元，直接进馆阁，如韩琦、王尧臣他们与官家走的这般近，到时候再拿出些什么“见修容脸翠，嫩脸云红，素腰袅娜”之类的艳词，撺掇官家去与女子私会，这就不大好了。平日里话挺多的，今日是怎么了？你说，出什么事了？是省试之后，省员欧阳修的许多诗文词赋，在东京城被传开了。晋中的宫女们也有抄的、背的。她们几个也学着念欧阳修的词赋，今日被任督之教训了。国朝尚文，高门女子都读书，晋中的女官和宫女，传抄些好诗好词，有何不可啊？说是太后说的，这欧阳修的词很放浪轻薄，不正经。他是写过艳词，但是官家，我们抄的可不是不正经的，我们官家，今日茂泽伺候官家用晚膳吧。嗯。
这件状元袍我是不是更合适啊？啊，快看一看，这颜色，这尺寸，多适合我！王少，那我袍子吧，你怎么偷我袍子穿呀？欧阳兄，你必定是要中状元。我将这状元袍穿一穿，沾点喜气，兴许名次还能靠前一些。臣以为欧阳修的这篇殿试文章，论事，敢于论述时事，揭示时弊，行文句式丰富，用典极巧，用韵亦工，无人能出其右啊！臣却以为欧阳修此文流利有余而锤炼不足。文章是好文章啊，但却当不起状元文章。此文貌似不够精致，却是以古文之笔法直王抒。拱寿的这篇文章甚好，锋芒不显，却又中正沉稳，朕很喜欢。臣以为王拱寿出身寒苦，却能勤奋读书，小小年纪诗赋策论都是上乘，是天下寒门学子的榜样。而刘沆文辞犀利，论事直中核心，是治国之才。甚好，朕以为王拱寿为第一，刘沆为第二。欧阳修的词是太后那边抄录的。是啊，怪我糊涂，见了欧阳修之才，欣喜若狂。然而他侠妓，作艳词。太后若是抓住此事，论及选官德行为重，说大了，莫说头名，怕是要将他处落呀。如今避开状元榜眼，中第14名，再合适不过。这次这位状元年方19，清朗俊秀，不知到时会被哪位大臣抢去做女婿了。朕本欲选欧阳修为状元，但从任督之那里得知太后不喜欢，朕便着意去打听了，得知此人确实有些放浪。做人幕僚时，侠妓不做遮掩，艳词流传甚远，虽也不是大节，却总觉得不够端方。状元乃是天下学子的榜样，也不单只看文采的。哦，如今这位状元年纪虽轻，然而家境贫寒，却不堕志向，乃是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哦，少年状元，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正如一日之始。臣同臣，朕便赐他改名拱辰。很好。这状元，官家不用验书选上来的，自己钦点了一个年轻的状元，真的是好极了。薛府请新科状元王拱辰过府一叙。薛府请新科状元王拱辰过府一叙。状元王拱辰。
这儿，您高中了，我们小弟儿跟着长。新科终于在我们店里生活，真是天大的喜事！来，小弟，来，这一会儿，真是啊！哎，红窗，哎，账结了吗？结好了，结好了。哎，回来了，哎，干嘛去了你？喝成这样。薛奎、薛相公相邀，盛情难却呀！他还要你娶他女儿是吧？不止这个，钟叔，他让我来打听，问你有没有娶妻。他极喜欢你的事。谢谢薛相公了，但是可惜啊，甫来京城，已经向母亲修书，求娶虚彦虚学士家的女儿。啊？虚学士也答应了。哎呀，可惜呀，可惜呀！天圣4年，我落榜了。虚学士不仅没看清我，还邀我同游，探讨诗文，结为至交。我相信这回他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是为了把女儿许配给小友欧阳修，而不是图着我欧阳修连中3元，这绑下捉婿的热闹，我就不凑了。哎，青如和玉壶怎么没来？青如上次说要我教她酿酒的。爹爹啊，请新科状元王拱辰上门谈诗论词，其实啊，是给3姐姐相女婿。姐姐当然要留下看看了。这五妹妹从来都是姐姐的小跟班，也要留下。这王拱辰今年才19，据说是国朝最年轻的状元郎，也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你就别惦记了，肯定没苏子梅好看。你跟他比什么呀？人家是状元郎，他考的时候，没准都提不上榜。没关系啊，他若考不上，你可以让杜伯伯把那届状元郎抓回来给你。去你的！谁稀罕？你就是稀罕苏子美。哎，他中，你就嫁给他；他没中呢，你就陪着他。你尖牙利齿的，我看以后你的夫君有多惨。我未来的夫君一心修仙，肯定心境空明。我是柔声细语，还是尖牙利齿的，对他来说都是浮云。这门亲事是你爷爷当年定的，当时你还没出生呢。既然对方一心修仙，你爹娘就不能退了这门亲吗？以丹叔的家世、容貌、才情，这嫁给谁都是他的福气。这个李治既一心修仙，为何还要娶妻？他是不想娶，但是他的父母却定要逼着他娶。罢了，修道之人想来至少不会粗野暴躁，不过是不理我罢了。也挺好，反正横竖我也不可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不可能嫁给喜欢的人？你难道有喜欢的人了？不会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不觉得你看上了谁啊？
你若喜欢谁，不如去跟大人说，也许就给你退了这门亲。没有喜欢的人，哪有喜欢的人呢？若有，那人也在天上，我要够我也够不着。吞江出西东方，照无见西扶桑。快快！六哥，快来！快通知日都市，我要求见太后。太后，李顺荣素有凶弊之疾，臣一直按常法调理，此次病发急骤，突然昏厥，臣和王太医也尝试了种种方法，未能使顺荣醒来。现在只能靠着一颗千年老参吊着最后这口气，臣无能，请太后责罚。让学士院今日便拟诏，顺荣李氏仅为臣妃。守中在。现在去福宁殿跟官家说，这先帝顺荣李氏病危，一是药石罔效，怕是不好。我与他多年的情分，此刻心乱如麻。元旦大朝会，万国来拜，万不能失了仪。今日，请官家独自去大朝会，吾便不去了。臣就这么启奏官家？你觉得我说的哪里不妥？怎会不妥？臣这就去福宁殿，一字不差的禀告官家。官家，任督知有要事求见。官家，大娘娘有什么吩咐吗？太后娘娘说，今日的元旦大朝会，她就不去了。出了什么事？顺荣李氏病危。荷儿，你做什么？我去陪陪六哥。陪陪他吧。他需要人陪陪他。只不过，今日你陪了他一时，以后打算陪他一世吗？
旦大朝会，亡国来拜，万不能失了仪。元旦大朝会，亡国来拜，万不能失了仪。官家。 给朕上官。拜！亲王懿受尊所。 官家才一出生，兰慧连抱都没能抱一下自己的孩子，便被挪出了刘氏寝阁。自此，官家是刘氏为大宋所生的皇嗣，而兰慧便是个与小皇子毫无关系的宫人。官家登基那日，她像所有嫔妃一样向官家行礼。 何为孝？子曰：“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递举第二爵，奏甘露之曲。官家不让过去，陈圆圆等着，瞧这2盏茶的时候都过了，官家都一动不动。臣实在是担心，大着胆子上了廊桥，才再往前走了2步，官家便厉声喝止。臣想解释一句，官家便顺手抓起旁边插腊梅的瓷瓶砸了过来，说谁再敢上廊桥1步，便立即丢到湖里。 官家这么多年，下人犯了什么错误都没苛责过，陈竟气得官家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就是丢到冰湖里喂鱼也是应该的。只是担心，害怕。大娘娘，我去看看六哥。早上问你的，如今想好了？
大娘娘，水榭那边冷，六哥从小身子弱，他在那儿待了1个时辰，会生病的。这是李顺荣进位陈妃的致书，承临起草，吕夷简晏殊先后修改润色，吾又增了几个字。如今可以定稿了，立即送去备案，连夜送至永定陵。顺荣李氏，早逝先帝，和会稽中，儒家承德，应降诞之福，受千冲之德，兴居合理，言动有常。大娘娘，星河求去给六哥送副貂裘去，下人不敢为止，星河不怕被丢到湖里喂鱼去。那个水榭呀，官家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大中祥符8年的除夕，先帝突然起了兴致，要带六哥去水榭看烟花。当时同去的就有李氏和她所生的小公主。那天是官家这辈子和他离得最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看着烟花，小公主饿了，他就拿出自己做的点心给公主吃。公主吃得高兴，官家看得眼馋。但是他从小就懂规矩，并不要。李氏他兴居合理，言动有常。先帝和我不命他给，他不敢把他自己做的点心主动送给大宋的皇储吃。大娘娘，荷儿想好了，荷儿愿意陪六哥一辈子。做这宫中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不许过来！六哥，六哥，我们回家吧。你不想荷儿像宫中许许多多的女子一样，在这座城中困一生，我明白你。但是，他已经自己困住了自己，一道懿旨送不走他了。他病危，我
不能去看他，不能叫他一声母亲。这些年，我暗自对自己说，不要急，要等，慢慢来，总有我能做主的一天。我会接他回来，他该拥有而被剥夺的一切，我都会给他，补偿我从前欠他的孝顺。但是，今年这样的机会不给我。六哥，你还冷吗？冷。八皇叔告诉我，说在水榭看烟火的时候也有他。可我只记得当年，父皇让我做了一首诗。皇叔和小娘娘说极好，大娘娘说勉强压在了韵上。记忆中并没有他。后来我去水榭，希望能想起来些什么。这也还是不行。我再去添个火盆。不要走。什么？六哥，你还冷吗？不冷了。疼吗？花儿，对不起，六哥，我以后就是你的娘子了。我知道自己能耐有限，这时候只要陪着你，什么都不争。你是我的亲人，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人。你未来的夫家来人说，姑爷犯了疹子，不能吹风，所以明日婚礼亲迎将由他弟弟来代替，迎你回府。我这就找你爹说去。既然姑爷身体不适，不如改期。母亲不必改期，我会如约完成婚礼啊。不来亲迎，我看什么疹子那是假。真心不想成亲，整天心里便是想着成仙才是真。逼得他来亲迎，他便能好好与我做夫妻，举案齐眉，生儿育女。亲家既希望这桩婚事能让他从修仙之事上收心，好好读书走正途，那好歹要迫他婚礼遵守礼仪呀。这连亲迎都找人代替，算作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使得曹家失信，更不会让自己失仪。
当年若没有李老将军舍生忘死冲入重围，爷爷很可能便兵败身死名裂，何有曹家如今的显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干支父婿修仙时，你不是常常磨娘亲，替你退了亲。许是爹送我去书院读了几年书，我总是学到了一些道理吧。哎，晏先生、范先生平日与学生煮茶论道，最常说的便是人生在天地之间的担当。任督指，太后可在殿内？官家陪太后说话呢。陈妃薨了，葬礼是如何安排的？报告先帝一嫔妃，李相公何以特地过问？先帝一嫔妃？如今是先帝一嫔妃，再过10年、数十年，任督指确定那只是先帝一嫔妃。太后有诏。陈妃从西华门出丧不详，将有灾祸，凿垣而出可也。凿垣而出，凿垣非礼呀！陈妃岂可草草下葬？吕相公尚未通报，而且官家还在殿内，不必通报了。稍持片刻，陈妃若是真的凿垣出丧，你我若干年以后，便同刘氏后人一起草席果实，荒野为廊。昨日禁卫陈妃的制书，亥时到的，宣了不到2个时辰，李氏就薨了。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吕夷简在殿外求见太后。让他进来。臣吕夷简拜见太后，拜见陛下。官家在这里陪着吾诊了脉，吃过了药，有大半个时辰了，莫为了吾耽搁了大事。那太后好生将养着，儿子去崇正殿听学士讲经。太后，坦夫一日间上了3道闸子要见吾，有什么要事吗？臣听闻有宫嫔过世，有诏欲凿宫城垣。宰相竟也干预后宫事？难道太后真的不替刘氏一族的未来打算了？
放开我！不去，你们放开我！你们放！你是我的夫君？我不是，我不是。我不需要女人，也不需要成亲。你不想让我做你的妻子啊？不想，不想。你不要怕，我不是女魔头，会去吸了你的精髓血肉，让你修不成神仙。只要你写下和离书，我们双方画押。我自去拿着这份和离书给公婆磕头，离开你家。他活着，我不能去见他；他重病，我不能伺候他；他过世了，丧不成礼。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啊！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娘娘有功于社稷，社稷之臣必会为娘娘争得应有之礼。社稷之臣。吕相公还在外面，这都好几个时辰了。让他等，我便不信了。一个宫嫔死了，他的丧事如何办，竟能让我们母子反目？我养了他20余年，医识学问什么地方没有尽心？我倒要看看。他要不要为了一个没见过几面的宫嫔，不念母子之情，他日灭我刘氏一族？娘娘，如果过世之人真是普通的宫嫔，娘娘为何要在他病重时下旨升她为宸妃呢？太后与陛下母慈子孝，天下皆知。太后对国朝、对先帝、对陛下可谓是问心无愧，陛下对太后更是恭敬孝顺，无可指摘。正因为太后的睿智，陛下的仁孝，才有了当今的太平局面。娘娘，为什么要为一个过世的宫嫔而伤了母子之情呢？方才娘娘也说了，20余年母子之情、养育之恩是何等的深厚，难道在陛下心里，还不如一个只见过几面的宫嫔吗？娘娘，
陛下对李氏之情，心中不过是一个刽子。难道娘娘真要因为一时的义气，把陛下心中的刽子变为怨恨吗？沈姑姑，我们这一路赶得比较急，车匣磨得厉害，有些裂了，还有半个时辰的路，我将车匣修一修再赶路。你们先歇歇，喝口茶，解解渴。这位先生，可否行个方便，让我搭车进城？先生可是往宫城方向去？是的。我家住宫城附近，可否请先生捎我一程？啊，我身上没有钱，但这支钗却是纯金的，可作为车费。姑娘，请上车吧。谢谢啊。管家，半个时辰前，吕相离开了宝慈殿，然后人手中传太后旨意。臣妃李氏温婉忠厚，曾诞育公主，又受皇陵10余年，如今薨逝，当厚葬，传土于嘉庆院。明日起辍朝3日，3日后发哀成府，葬于弘福院，赠3代。我取了50钱钱、一些罗绢器物，赏赐给娘娘身边的人。太后那边也有一些赏赐，他们都并不想留在宫内，所以我便一一安排他们回家乡了。娘娘虽病了一段，这次发病奇重，他们也都慌了手脚。娘娘说了什么，又没有念着什么，他们怕也没能真留心。当时不管不顾的让你立即接他们过来，想知道他会不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真是傻的。我想，他从未敢将自己当做我的母亲，对我的牵挂惦念，于他而言，都是贪欲妄念，要从脑内洗除。他怎么会跟旁人提起我？他若真的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我，也好。希望他安心去那边，与小妹团聚。
2月夜庙，李官的札子吾看过了，只是改动了无穿礼服的部分，其他的就按着去办吧。臣昨日将太后批阅过的夜庙程氏札子，又逐句重看了一遍。礼服部分，太后有所疑虑，于是臣仔细重读周礼，将王后六服一项誊录下来，以求廷议。王后之六服：灰衣、鱼笛、缺笛、居衣、斩衣、圆衣、素纱。晏叔父，你是脑子糊涂了吗？还是读不懂句子了？吾没有糊涂，吾很清楚。吾写的是2月，吾要穿衮服祭祀太庙。臣以为太后衮服夜庙有违祖制，万万不可。哦，吾临朝称制10年，每日批阅众卿奏章，处理国家大事。2月衮服夜庙，怎就万万不可呢？老臣斗胆敢问，太后以天子之服夜庙，是以何种身份面对祖宗，又以何等身份面对先帝？薛卿先起来吧。夜庙的礼仪程式，年年都会有变动。在职礼官各引经据典，总会争论一阵子。今日太后身子不适，须得回去歇息。先散朝，夜庙的程式就交由有司详议。官家，太医那边给太后诊脉的医案，臣誊录来了。这几个月，太后的病情越来越重，夜里无法躺平。太医们已经用了最霸道的方子，收效甚微。老泽，我们去燕先生府上走一趟。是。
临湖听曲，填词下酒。先生好雅兴。先生如今身居高位，家世和美，连外孙都有了2个，却为何独自唱这叹流年、悲迟暮、伤离别之曲呢？不过，先生的歌声倒并不让朕觉得凄凉，只是惆怅而已。今春去，来年春还会来。雁南去，亦还会北归，不必过于悲伤。只是人生一世，诸多别离，怎可能不惆怅？人间别离，怎可能不惆怅？太后坚持滚服祭祖，朕为此事而来。10多天了，祭祀祖庙一事，下面官员的札子，雪片一样的递上来，言辞激烈，认为太后以天子符祭祖，与称帝别无二致啊！先帝出丧，官家年幼时候，太后都恪尽母道，坚决不行母后之事。如今官家春秋已盛，朝臣归心，太后为何反而要逆天下人心而行呢？如果太后执意如此，官家又明确反对。官家若能反对，当日便反对了。夏侯相是觉得，如今官家依然受制于太后，把握不了朝堂。国朝是文治，名正言顺方得群臣拥戴。官家和太后都特别看重名正言顺4字。只不过先帝新丧，官家年幼之时，大权在太后手中，为难的是太后。如今嘛，如今怎么样？为难的自然是官家喽。太后临朝称制10年，辅佐幼主，可谓是鞠躬尽瘁啊。官家现在成年了，群臣归心，大权在握。如果此时全然不顾念着太后，恐怕有忘恩负义、不孝之嫌呐。如果依着太后，坚持以滚服祭祖，又违背礼义呀，这未免太孱弱无能，让群臣看清了。太后这半年揣疾发作极频繁，近日夜里都无法安眠，躺不平。原先用的药一直在加量，最近梨都不敢加了。太后慈爱，官家至孝，上天会保佑太后康复的。太医说，已经想尽办法，只是太后，她可能过不去这个冬天了。她要以滚服祭祖，并非想夺权，亦非向朕示威。说到底，不过是人之将。把风华正茂时候不敢做的，甚至不敢想的欲念，终于敢丢出来，也是要看看朕是不是对他只有怕没有情分，是不是朕拿住了权，便丝毫不肯顾念他了。官家此时对太后不会没有情分。太后在病中有些糊涂了。先生说的是，这是病中的糊涂，不能计较。
只是我也不能全由着太后，丝毫不顾礼制，那又如何为天下人表率呢？天下百姓皆有父母，若是知道太后病重，自能理解官家的孝心了。太后旧疾复发，群医束手，眼见病势日重，我心忧惧。明日，我将召两府重臣于崇政殿议事，其一，大赦天下，为太后祈福；其二，不能全然不顾礼制，这便由先生来帮朕了。其二，太后提出以天子服夜庙，朕初闻时，觉得此举有违礼制。然而静坐细思这10年中的种种，朕想太后病重，此时欲以天子服拜见祖宗，也许是想将10年临朝称制的功过告与祖宗先帝得知。如此，朕实不愿违拗太后心意。官家，陛下所言极是。臣以为可将衮冕配饰稍作改动，以区别于天子之服，既可全太后之意，陛下之孝，又可使太后不至于失礼于先帝。臣复议，不如即命礼官商议如何改动衮服之事，早日上呈太后，以拟定2月夜庙之意。新鲜的蔬菜，你看吗？哎，你要这个是？哎，这花不错呀，是吧？这个颜色真好看。客官里边请。怎么，连上了4道闸子，反对太后衮服祭祖，官家不理，你还要继续上书弹劾？ 《论语8佾》中，孔子曰：“帝自祭冠而亡者，无不欲观之矣。”鲁昭公时，陪臣之国，家臣竟以天子之礼行祭祀。孔子为鲁国大夫，拒绝观礼。如今，太后身为王后，而身着天子衣冠，亦如身为臣而行军礼。 此大谬不休，何至谈及礼之本身呢？陛下，乃至于参与祭祀的后妃、重臣，如何能利于穿着天子衮服的太后身边观礼呢？剪了枣仪2张，去了2流嘛，不算是真正的天子服。强词夺理，这让天下人该如何议论？ 实在抱歉啊，咱们楼的正楼名酒玉髓今日没了，客官呢，便尝尝我们从隔壁买的那个杏花酿吧。啊，生意这么好啊？哎呀，官家为太后祈福，大赦天下，以前获罪的什么官儿，官复原职了，办酒庆贺，把咱们楼的玉髓啊都买去了。官家呀，实在是孝顺。 太后生病，先是招揽全天下名医，又是大赦天下。唉，但愿能感动天地，让太后的病势好转。可听说太后要穿天子服祭祖，这不合礼仪，不敬先人啊！官家竟然对她如此听之任之，未免显得有些懦弱。老太太生病了，当儿女的。 还不哄着老太太开心吗？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还什么礼仪不礼仪的？当然是老太太的康复最要紧啊！官家连四海八荒的名医都得给太后请来，多年获罪的官儿都得赦免。一件衣服怎么穿，又有什么大惊呢？你说？
要一份荔枝白腰子啊，要一份库鱼，菜羹一葫芦，烧饼。娘娘，您是要温水吗？官家，我还未梳洗，你出去叫娟娘来。大娘娘，我已经叫娟娘他们都出去了。今天我来伺候你梳洗服药。此次大赦为了给太后祈福，赦免了先帝兵重时因与太后相抗争权而获罪的寇准、曹利用、曹允公、周怀正、周文之，给他们追复旧官，多年恩怨在官家手中如此化解。君威寓于人孝之中，官家高明。实在是高明啊！御医说：“我大限已到啊！”大娘娘千万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御医们说了。大娘娘上了年纪，脾肺脏腑都弱，所以用药特别谨慎，这才好的慢些。你真的希望我病好了，继续到大殿垂帘吗？去年元旦到现在，在人后，你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看我一眼。在人前却对我唯唯诺诺，你坚持长宁节向我跪拜行礼，吓得范仲淹他们恨不得碰柱死谏，生怕他们的官家因为太过孝顺、太过善良、重亲情，以致五皇重现。其实对你而言，真是天大的冤枉。他们不知内中究竟。你从未将母子私情置于国君责任之上，否则的话，去年元旦，你便会不管什么大朝会，都飞驰而去看他了。你恨我，是吗，刘哥儿？你想等到我死了以后，好昭告天下，他才是生你之人，好接他回来，补偿你那些年欠下的孝顺。你那些年的隐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但是你没有等到，你恨死我了，是不是？我希望你能康复。你为我健康祈福，为我大赦天下，可是你却给那些当时想废掉我的人和我势不两立的人追复他们的旧官。寇准、曹利用、周怀胜、周文之是这些人的名字吗？我说的没错吧？是不是？你以此昭告天下，朝堂已经是你的朝堂，
这天下是你赵家的天下，是不是？这天下原本就是赵家的天下。大娘娘替先帝守了这么多年，如今交于我的手上，大娘娘应该欣慰，不是吗？寇准、曹利用他们，当年也都是能臣，忠于先帝，忠于社稷。他们或因猜忌，或因狭隘，与大娘娘相抗，却并非大奸大恶之徒。若是因为赦免了他们的罪责，给大娘娘带来了福气，能够痊愈，前尘往事一笔勾销，都是给我大宋积的福气，这难道不好吗？你真的为我祈福？我希望你康复。再过半月，便是祭祀祖庙的日子。大娘娘想穿着衮服去见祖宗，便穿吧。娘娘，你说什么？你说不出，写在我掌心也好。无论什么，我定会办到。赵长岳，我用了针灸，太后还是不能开口说话，只是不停的在撕扯自己的衣裳。太后不愿意天子服侍见先帝啊！臣恳请官家为太后更换皇后服饰。取皇后服饰，为太后更衣。
大娘娘的意思呢？大娘娘觉得如此可行。